讲台语长时间，不过最近这高雄轻铁的发音伫咧网络顶头引起真侪讨论。教育部自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做台湾地名计划调查，针对捷运代替顶站名地名去录台语含客语的讲法，要提供予大众运输做发音的建本。连即届引起争议的轻铁，一个计划研究员也讲，伫日本时代就轻铁这个台语的讲法。 高雄轻铁这两字的发音最近伫网络炒甲真热，把协助教育部研究台湾地名的研究员指出，其实轻铁这两字自日本时代就有文献记录，民间嘛有在讲，讲的就是比火车较简单的轻便车。咱讲代替的大火车嘛，也是较轻便的，或者轻铁，所以咱日本时代讲的轻铁，实际上是人咧塞的迄种轻便车。即马即种的轻轨，实际上是食电的，但是咱嘛是有即个名词，而且咱台语足久以前就有咧讲轻铁即个词，所以我感觉讲咱轻轨改讲做是轻铁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为着要甲一寡古早的台语地名找回来，教育部自2019年就委托学术界做台湾地名计划的研究调查，针对捷运代替等等的站名、地名和台语含客语，提供予大众运输做发音的参考。计划主持人认为，台语的站名无鼓励用华语取代，也是照字翻，也着保留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。上惨的，就是直接摕迄个即马国语安怎叫，咱就甲迄个字摕来做台语的文图。照你讲，其实咱告诉本地，咱也是讲原来土音，也是讲迄个白话音，其实都有家己的一个讲法，其实应该会使用一个用创词的概念去创作一个较好一个概念出来，这其实是真好一个代志。亲像台铁有一站华语叫做山车，其实用台语的旧地名山卡来念，随就会当了解伊的地理和地形。实际上，咱在地啦是讲山卡，就是山的下骹的意思。伊尾也着亚化做山架即个字，用伫咱火车站嘛、国小嘛好，拢是用山架即字。但是咱念的时阵嘛是爱讲山卡较对。另外嘛有民众反映讲，电话公车甲台中的台艺区读做台雅，然后台南的延平郡王树甲郡读做准，这拢是毋对的。研究员表示，若是交通部会当参考教育部的台湾地名计划调查结果，就会当改善这寡发音的争议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